根据着劳动部的统计，目前全台湾有6000个人伫咧放无薪假。劳动部今仔日放零安心即时上班的申请条件，只要满15岁国民，或者是有合法居留的身份的外国人，拢会当来申请。一个月上侪会当做80点钟，通好领到12800块，也会当补助1年。伫咧头一批当中，都有24000个块。你以前有做过安心即时上工吗？台北内湖就业服务处人员的手无停过，卡来问安心即时上班的人，高一日就几十个。劳动部伫咧18放令申请的条件，申请日一档内无限制投保的资格，满15岁公民或者是合法居留的人士拢会当请。逐个月工时上最80点钟，1点钟160块，一个月上最通领12800，补助的期限对半年延长到1年。准若工课有高接触的风险，也有防疫津贴，一个月上最2000。我是感觉袂歹啦，就是讲有的人啊，伊可能兼职啊来遮做啊，公家机关啊因的防疫嘛做了袂歹啊。去年大概4月20号的时候，因为公司的缩编，然后所以就被资遣，然后大概找工作找了快半年多，然后就业中心小姐就有找上我。安心即时上班的课，主要汇集中央甲地方政府机关的需求，工课包括拼环境、起资料、送公文、伫第一线帮体温、处酒精等等。目前阮是大概传24000个第一波，因为阮去年较早38000个左右，咱即摆公布了，就是大家豆来。桃园苗地区将提供约4000个工作机会。民众可至台湾就业通网站线上申办或邮寄传真。去年捌请过的民众也会当累积工时继续来请，计划到明年6月30就会结束。记者张君豪、洪敏珍、林玉凯，新竹台北报道。